美若天仙的形象一直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正如《易经》所言，天地之间的阴阳变化无不在塑造着人们的命运与外貌。古人深信人的命运与外貌是由五行、八字、星象等因素所决定的，而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外貌，还会深刻影响我们的内在气质、情感状态，甚至人生的走向。不同的生肖女性在这些命理与星象的作用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美丽，而这种美丽不仅限于外貌，更多地反映了她们内心的和谐与生命的能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肖与命理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哲学意义。生肖是天命的体现，而命理学则通过五行、八字、宫位等多重因素，揭示了不同生肖的女性如何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借助这些传统智慧保持容颜的年轻与美丽。对于许多人来说，传统文化所传承下来的不仅是技巧和知识，更是一种内外兼修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追求的是与天地自然的和谐，顺应时令的养生之道，以及内心的平和与安定。这些传统文化的智慧，至今依然能够帮助现代女性保持美丽，找到自身的生命力与魅力。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属兔的女性通常具备温和的命格，五行属木，木相代表生机与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她们的容貌往往呈现出一种自然、清新的美感。木相在命理中的象征意义，指代了万物的生长与繁荣，而这一特性也深深植根于属兔女性的身上。她们通常具有非常和善的性格，这种温和的个性不仅让她们在人际交往中总是能够受到他人的喜爱与帮助，也使她们的容颜显得非常舒展、自然。属兔女性的气质常常给人一种如春风拂面的感觉，温婉而不张扬，犹如春日的暖阳，静静地照亮每个人的内心。尤其是在木旺的年份，如乙卯年或甲寅年，木的生发之气会更加强化他们的生命力与气色，让他们的容颜显得愈发娇美动人。这时，属兔女性的气色红润，肌肤如新春嫩绿的草叶般清新，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充满生机。属兔女性本身的命格也非常注重养生，通常她们有较为健康的作息习惯，注重与自然的接触，这种规律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帮助她们保持容貌的青春与美丽。通过早睡早起，调养肝脏，保持心理的平和，属兔女性能够在岁月的流转中保持内外的平衡与和谐，展现出如春天般的明媚与生机。属蛇的女性则是另一种充满火焰与魅力的典型。五行中火代表着热情、活力和生命力，因此属蛇女性的命格通常带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吸引力。火的旺盛与炽热使得她们的外貌充满了自信与神秘感，面色常常呈现红润光泽，眼神中闪烁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魅力。火的能量不仅令他们在外貌上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光彩，
还使得她们的气质充满了魅惑与诱人的吸引力，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被她们的热情所吸引。特别是在火旺的流年中，如丙午年或丁巳年，属蛇女性的外貌与气质将达到巅峰，红润的面容，光亮的眼神，温热的气场，无一不表现出她们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命宫位于巳宫的属蛇女性，往往带有一种神秘且冷艳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既温暖又带有强烈的吸引力。她们的外貌既充满自信，又显得独立而不依赖他人。这种冷艳的气质常常让人忍不住驻足观察。属蛇女性如果能够在内心保持水的柔和与火的热情相融合，她们的气质将更加和谐，容貌也会更加迷人。通过调节情绪，保持内心的平衡，属蛇女性能够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焕发新生，保持容颜与气质的迷人。属马的女性则往往充满了阳光与生气，五行中的火土相生，让她们的性格与外貌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火旺而不躁，土稳而不滞，这种命格的特质使得属马女性的气质既明朗又稳重。她们通常非常开朗、积极，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阳光气质。这种阳光的气质表现在她们的容貌上，给人一种健康而充满活力的感觉。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属马女性的容颜似乎永远都充满着朝气与光辉。在火旺的年份，如午年或己未年，属马女性通常会显得格外精神焕发，面色红润，充满着阳光的气息。命宫位于午宫的属马女性更是天生自带一股生机盎然的气息，火的旺盛能量让她们的容貌散发出如同火焰般的热情，整个人的气质充满吸引力。她们的性格热情外向，容貌也因火旺而更加灿烂迷人。属马女性若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火气的平衡，注重适量运动，避免情绪的波动，她们不仅能够保持健康的体态，还能在岁月的流逝中保持容颜的亮丽。属羊的女性则代表着温柔、细腻与内敛的美。五行中土旺的属羊女性通常给人一种非常亲和、稳重的气质。她们的外貌柔和，面容细腻，皮肤光滑如陶瓷，散发着一种自然的、纯净的美感。土旺的人性格通常温和、踏实，属羊女性也不例外。她们的性格常常令人感到舒适与安心。尤其是在土旺的年份，如己未年或戊辰年，属羊女性的容貌往往更显娇美动人。土的特性为她们的肌肤带来了滋养，使得她们的面容总是散发着健康的光泽，容颜看起来柔和且充满亲和力。命宫位于未宫的属羊女性，其气质像山谷般温暖且沉静。土的特性使她们的外貌更具深邃感，给人一种不急不躁的沉稳感觉。属羊女性通常注重脾胃的调养，通过规律的饮食，保持适度的休息，能够让她们的体内保持平衡，进而保持容颜的持久美丽。她们的美丽不仅来自外在的养护，
更多的是源自内心的安宁与和谐。属鸡的女性五行中金旺，金象代表着清新、亮丽和精致。属鸡女性的外貌通常呈现出一种非常精致和完美的美感。金代表着锐利与纯净，属鸡女性的眼神通常非常锐利，带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气场。她们的容貌给人一种雕刻般精致的感觉，五官立体，线条分明，仿佛每一处都经过精心打磨。在金旺的流年中，如辛酉年或庚申年，属鸡女性的容貌通常更加精致，气质更加高雅。命宫位于酉宫的属鸡女性，自带冷艳高贵的气质，犹如一件金器般，外貌充满光泽，气质高贵且独特。属鸡女性若能注重内心的平静与满足，避免过度追求完美所带来的焦虑，她们的容颜将始终保持精致与年轻。属猪的女性五行中水旺，水象代表着柔美与灵动。属猪女性通常具有非常灵活、轻盈的气质，她们的容貌像水一般清澈、纯净。水旺的年份，如壬子年或癸亥年，属猪女性的肌肤如水般柔嫩，面色清透如玉，容貌显得更加迷人。命宫位于亥宫的属猪女性，常带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气质，她们的美丽似乎如秋水般清澈、温润而自然。属猪女性应特别注重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作息习惯，增强体质与内在的调养，才能在岁月流转中保持容颜的纯净与灵动。通过对六大生肖女性美丽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命理与星象的智慧不仅仅帮助我们了解外貌的特征，更揭示了内外兼修的重要性。每个生肖女性的美丽都与她们五行的特性、命宫的位置及流年的星象密切相关。属兔女性以木象为主，气质温和，容貌青春，源于其生命力的旺盛与内心的平和。属蛇女性则因火的旺盛，带有神秘且充满吸引力的外貌，内心若能保持水的柔和，她们的美丽将更具持久性。属马女性凭借火土相生，展现阳光、健康的魅力，运动与情绪平衡使她们保持容颜的灿烂。属羊女性则因土象的稳定与柔和，容貌如陶瓷般细腻，注重脾胃调养，让她们的美丽持久。属鸡女性以金象为主，精致冷艳的气质使她们在人群中独具光辉，内心的平静与自律帮助她们的容颜保持精致。属猪女性以水象为主，容貌清新如水，内心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她们美丽的源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不仅仅是在探讨如何保持美丽，更是如何通过内在的调养与生活的和谐，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美丽不只是外在的容颜，更是内心的平和与生命能量的体现。通过这些生肖女性的命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保持青春与美丽的关键在于顺应自然法则，保持内心的平衡以及健康的生活习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找到属于自己的美丽与健康之道。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
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